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會同大家離開伯明翰市中心，去一個好多人會安排去掃貨嘅地方 ——Mahathir Glen Designer Outlet， 睇下到底值唔值得去。如果大家未睇我上一集，記得睇返我哋喺伯明翰市中心食嘅九記茶餐廳，同大家分享咗食物評價同埋值唔值得去。睇完之後再返嚟睇今集啦。食完午餐之後，我哋就由九記茶餐廳出發，大約揸車45分鐘就到達 Mahathir Glen Designer Outlet。呢度最大嘅好處就係有一個超大嘅免費停車場，泊車非常方便，就算假日嚟都唔需要周圍揾位。另外 Outlet 仲設有一個 selfie 打卡位，大家嚟到記得影返幾張相留念啦。先同大家分享少少實用資訊。呢個 Outlet 嘅營業時間係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點至晚上8點，星期六上午9點至晚上8點，星期日上午10點至下午6點。大家可以按自己行程安排時間。呢度有超過好多大家熟悉嘅國際品牌，好似 Nike、Under Armour、Coach、Lacoste 等等。如果鍾意買名牌或者運動用品，相信都可以慢慢行。我自己幾鍾意呢個 Outlet 嘅 design， 佢唔似一般商場，而係設計成一個小村莊咁，一條條街道配上歐陸風格建築，中間仲有好多戶外空間，感覺非常舒服。就算唔購物都好適合慢慢散步。行下，我哋又見到琴日飲過嘅200 Degrees Coffee， 估唔到呢度都有分店。不過開始購物之前，我想特別介紹一樣平時好少人會介紹嘅地方，就係洗手間。大家可能覺得有啲奇怪，但我真係忍唔住想講，因為呢個洗手間真係令我好驚喜。喺英國好少見到咁靚嘅公共洗手間。洗手間門口仲放咗一張好舒服嘅梳化，如果同行朋友或者屋企人可以坐喺度等。入到女洗手間之後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好闊落。設計好現代，環境非常乾淨，而且光線充足。每一個廁格空間都好大、好深，有足夠位置放手袋或者購物袋，一啲都唔會覺得逼。另外仲有一個化妝整理區，鏡、燈光都做得幾好，女士補妝都非常方便。老實講，我真係好少會對一個洗手間印象咁深刻，今次反而成為我其中一個最驚喜嘅地方。好啦，講返購物，繼續行就見到 Next、Puma 等等。之後我哋入去 Skechers 睇鞋，呢對男裝跑鞋都要126磅。大家覺得 Outlet 呢個價錢算唔算抵呢？我自己就覺得好似仲有少少貴。再繼續行，仲有 Calvin Klein、Hugo、Levi's、Sunglass Hut、Lindt Chocolate 同 Boss 等品牌。基本上想行名牌 Outlet 呢度都算幾齊。每一區附近都有咖啡店，例如 Starbucks， 另外亦都有餐廳，好似 Wagamama 同 Five Guys， 所以就算行成日都唔怕冇地方食嘢休息。如果一家大細嚟，呢度都幾適合，因為除咗購物，仲有兒童遊樂區，環境設計得幾舒服，小朋友可以玩滑梯，仲有一啲捉迷藏式遊樂設施，可以放下電。附近仲有 Garden Trail 自然保育區，同埋介紹野生動物嘅教育資訊，小朋友一邊玩一邊學習，幾有心思。行咗幾個鐘都係時候坐低休息下。我哋今次揀咗呢間 Mallet Cafe and Patisserie。首先見到有好多包裝得幾靚嘅禮盒，如果買手信都幾唔錯。櫃台仲放滿晒各式各樣蛋糕同甜品，睇落都幾吸引。我哋叫咗一杯 coffee， 一杯 cappuccino， 再加 pistachio 雪糕牛角包，同埋一件希臘 walnut cake。不過咖啡一送到嚟，老公已經有少少唔滿意。大家睇下，咖啡杯外面都有明顯咖啡漬，感覺有少少唔細心，睇落唔係太專業。至於開心果雪糕牛角包，開心果味都幾濃郁，雪糕都幾香，不過牛角包係凍嘅，所以口感只係中規中矩，冇想象中咁驚喜。至於 walnut cake， 底層加咗糖漿，甜度唔算高，食落都算幾平衡，整體味道唔差，但亦唔算特別出色。埋單總共21磅，以味道同份量嚟講，我哋覺得性價比一般，價錢就偏貴少少。
行咗幾個鐘之後，最後我哋竟然一樣嘢都冇買到。可能最近英國好多地方都做緊減價，所以未必覺得歐力特別平。不過如果大家本身鍾意名牌，又或者一家大細過嚟玩，我覺得呢度仍然係一個幾舒服、幾值得安排半日或者一日行程嘅地方。今集影片就分享到呢度，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食伯明翰第3日 Part C 火鍋晚餐，到底味道如何，值唔值得試？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讚好、留言同分享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